再来看中国的航空母舰山东号曾驶经过台湾海峡，美国的第7舰队昨嘛公布巡航舰史佐顿号嘛伫20有驶来台海。外国媒体指出讲，美国的巡航舰伫台湾海峡停留将近48点钟哦，这显示讲美国甲中国的航空母舰同一时间伫台湾海峡出现。学者嘛指出讲，美国的史佐顿号以正慢的速度航行，是咧展现美国的自由航行权，嘛是要吓惊中国。美国第7舰队公布海岸防卫队巡航舰史佐顿号20照例通过台湾海峡，又搁引起中国的不满。美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炮舰过航台湾海峡，并公开炒作。中国海警舰艇对其全程跟监警戒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史佐顿号22透早才离开，等于是穿过台海，经过48点钟。21中国航母山东号编队嘛经过台海，代表美中舰队嘛同时出现。专家指出，史佐顿号以慢速通过，就是要对中国展现吓惊的作用。在海平面用眼睛看不到对方，可是很清楚的，就是他们可能在雷达荧幕上同框。史崔顿号它以低速通过台湾海峡，它所呈现的一个战术动作很清楚，就是类似巡逻，它凸显国际法的这个自由航行权。那对于中国来讲，它所传递的贺主意义就是。美国跟西方民主国家都会共同就是维护台海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结束中国的访问，两国都伫台海相向。拜登最近阁公开称呼习近平是独裁者，这拢予本来有希望缓解的美中关系阁再紧张。不过拜登认为，家己的言论未影响所来的拜习会。I expect to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sometime in the future, in the near term, and I don't think it's had any real consequence. 美国国会是关心美方对台军售延误交会有190亿美金，这个项目包括汽车泛滥飞弹、加 F-15战机等。共和党籍参议员苏利文加斯考特最近提出法案，讲做台湾面临中国的威胁，华府应该解决军备迁延的问题，并且把台湾列伫优先交会的头一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